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Hello 郭偉成。你好，我係黃鴻明。今日咧同阿 Ian 咧嚟到外景喎，呢個外景好特別喎。呢度邊度啊？嗱，呢度咧就係我哋今日去咗貴陽嘅，咁呢度咧就係漢海獅嘅工廠啦。咁入邊咧基本上大家可以望下我哋後面啦。其實咧佢哋已經開始生產緊一啲嘅無人駕駛巴士噶啦。根據啱啱嘅職員就同我哋簡介過啦，咁而家呢啲巴士咧，其實全部都可以做到無人駕駛嘅啦。咁頭先我同阿郭偉成啦，都自己坐過個無人駕駛嘅巴士啦。咁基本上成個過程都真係冇人揸嘅。咁當然有個安全員喺度嘅，因為一個法例嘅要求就一定要安全員去監督住成個過程啦。咁但係成個過程你覺得點樣啊？喺個無人駕駛嘅巴士上面咧，首先佢有個好開揚嘅玻璃啦，睇住出邊，跟住喺裏邊咧就好似坐緊纜車咁，因為冇人駕駛，得個安全喺度。成個 feel 咧就好科幻，有科技感咁樣。喺香港咧就的確未試過坐喺架無人駕駛嘅車嗰度喺條街度行。係呢個真係一個全新嘅體驗。其實都有啲似坐喺個太空艙入邊嘅，咁因為佢個設計咧，佢內籠入邊咧，其實就有啲射燈啊，跟住亦都佢會有個人工智能嘅系統咧，好似一個車入邊一個腦袋咁樣啦。咁你會睇到佢會分析晒前面嘅所有路線啦。咁如果譬如話我哋有個人行咗出去嘅話，咁其實佢都會即刻去感應到附近會有啲障礙物啊，咁然之後咧就會做出一個相應嘅駕駛嘅導航咁樣咯。係，其實除咗睇架車之外咧，我哋仲睇過佢啲廠房。啱啱咧係入過去咧，睇到佢入邊啲機械臂咧係好先進嘅喎。佢係直情可以 3D 打印出一啲成架車嘅各種嘅模具啊，各種嘅底盤啊，全部自動化搞掂晒。係啊，咁基本上佢嗰個 3D 打印咧都可以幫你打晒成個車架出嚟噶啦。咁頭先聽啲職員咁講啦，佢哋都話其實成個生產過程啦，如果透過呢個 3D 打印技術咧，其實係減低咗70% 嘅生產嘅時間嘅。咁所以而家咧聽講啦，其實都已經開始出口噶啦呢架車。咁而家頭先我哋個駕駛嘅過程入邊啦，咁職員亦都有介紹到啦，咁最高嘅時速咧，其實可以去到60公里嘅。咁但係頭先因為我哋係一個叫做測試嘅階段啦，咁所以頭先就係行緊10至20公里咁樣。咁但係整體個體驗都係暢順啦，同埋就因為有啲紅綠燈啊，咁都會俾我哋感受到就係佢都會因應住一啲交通嘅狀況咧，都會作出一個比較安全嘅決定嘅。如果講開自動無人駕駛咧，香港咧其實就未普及嘅。但係我知識咧有一啲園區啦，例如數碼港啦、科技園啦等等，有啲係無人駕駛嘅，但係就唔係坐人嘅，就係有啲可以好似一個小賣部咁樣，流動小賣部喺個園區度周圍行。依類咧香港係有少部分推行緊，但係如果真係喺條街度咁行咧，喺法律上好似仲未得喎依人。咁樣講啦，其實無人駕駛喺香港咧，喺一啲密閉嘅空間啦，或者一啲嘅管控閉環嘅空間咧，其實都係普及嘅。即係譬如機場啊，咁其實一直都有一啲嘅無人駕駛技術喺入邊。咁但係始終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啦，同埋內地啦，嗰個人口結構啊，同埋個基建系統都係唔同嘅。咁所以我自己都會係覺得，如果真係要引入一個無人駕駛技術嘅話咧，其實都要真係要試行翻2至3年，因為最緊要都係要有一個充裕嘅時間去測試個系統，係確保係所有嘢都係安全。喺香港未有得試坐呢啲無人車之前咧，不妨推薦下就過嚟貴陽試下。香港嘅朋友過嚟貴州嘅貴陽，係 PIX 嘅廠房可以有得玩。漢海獅係啊。咁我哋推介各位香港朋友嚟玩下啦，貴陽仲有好多其他嘢玩嘅。咁我哋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